这个居家检疫的关护包是不是无够用呢？台中市有民众3月17为英国回国做居家检疫，但是到3月23，拢已经过7天了，也未收到市政府的居家检疫的关怀包。台中市政府讲，因为疫情指挥中心提悬着防疫的标准，意思做检疫包的速度对袂着人数增加的速度，目前当全力咧赶工。这位留学英国的台中市民3月17等来到台湾，马上居家检疫，但是到3月23，也无收到市政府的检疫关护包，让民众感觉无公平。当事人呢，他要如何去取得口罩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他只有一个人住的话，这些食物应该很难撑过14天。政府表示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悬防疫的标准，致使居家检疫人数增加。检疫关护包的制作速度对袂到人数增加的速度，目前在赶工。我们的居家检疫人数从800个人暴增到5400个人所以我们原来备用的2000支全部不够，那所以上场了以后还缺2000支，那还好，我们今天就会把它通通补齐。台中市政府的检疫关护包嘛，比这个内容上过阳春啦。实际来甲6都的检疫包内容做比较，台北市、台南市有5股份，甲新民郑书记；新北市甲高雄市有免费对叫消耗，桃园市有消毒包甲食补包。台中市虽然无带什么细项物件，但是防疫的喙安、豆浆、卫教资讯拢齐全。如果在防疫的角色没有办法做到让市民满意，至少在服务我们市民的部分可以做得更齐全一点。民众配合居家检疫，但是各县市政府若是无掌握疫情，致使这检疫包欠缺，恐起来加做防疫的漏洞。